位早晨，小欣早晨，早晨啊，彭翠瑩。大家都好關注天氣咧，今日嘅情況點咧？嗱，而家咧黑色暴雨警告咧係生效緊㗎，咁預測咧都係多雲，有大雨同埋狂風雷暴添。咁最高氣温咧有大約28度㗎，吹和緩嘅西南風。展望未來2、3日有幾陣驟雨。跟住睇下今朝嘅新聞提要。黑色暴雨警告之下，上午後同埋全日制學校停課。受龍捲風吹襲嘅美國俄克拉荷馬州，死亡人數向下修訂到24人，災區嘅搜救工作仍然繼續。亞冠盃16強次回合，北京國安以1-3輸咗俾 FC 首爾。詳細內容，天文台喺凌晨4點10分發出今年第一個黑色暴雨警告信號。教育局宣布，上午校同埋全日制學校今日停課。天文台話喺凌晨嘅3點45分到4點45分，本港各區都有閃電記錄，而多個區都錄得超過100毫米嘅雨量。西貢嘅雨勢最大，1個鐘之內錄得150毫米雨量。觀塘135毫米。九龍城、東區、灣仔同埋中西區雨量都超過100毫米。天文台話，由於道路嚴重水浸同埋天氣情況惡劣，市民應該留喺安全嘅地方暫避。喺黑色暴雨警告仍然生效，同埋交通情況未改善之前，都唔應該外出。而受大雨影響，會有山洪暴發，而且河道已經泛濫或者可能會泛濫。市民應該遠離河道。河道附近嘅居民應該密切留意天氣情況。如果住所可能會出現水浸，應該考慮撤離。天文台預料黑色暴雨警告會維持到朝早嘅8點鐘。由午夜去到今朝早接近6點呢，大部分地區都錄得超過100毫米嘅雨量。個別地區譬如話係將軍澳啊、屯門呢，更加係錄得超過150毫米嘅雨量㗎。根據而家嘅情況呢，預料呢個黑色暴雨警告信號呢都會維持到去到今朝早上晝嘅8點㗎。咁到時會再根據個情況呢，睇下有冇需要延長嘅。咁而除咗黑色暴雨警告之外呢，山泥傾瀉警告同埋新界北部水浸特別報告呢都係生效㗎。咁市民如果係出外嘅時候呢，就特別要小心啦。林可瑩而家呢就喺元朗㗎，係黑雨點樣影響你個區呢？其實天文台咧發出咗新界北部嘅水浸報告。我哋而家喺元朗嘅紅棗田村呢度。咁因為較早嘅時間啦，元朗紅棗田村同埋丹桂村都有居民報警，就話村裏面有水浸嘅情況。咁出動咗消防員同埋警方去現場睇過。咁冇人需要疏散，亦都冇人被困。我哋4、5點嘅時候咧，去到呢兩條村嘅現場睇過啦，見到水浸嘅情況已經退咗。咁問嗰啲居民啦，都話之前水浸唔係十分嚴重。咁講翻個雨勢啦，其實一直以嚟呢個雨勢都係時大時細㗎。好似依家呢一個雨勢呢，其實唔算最大。喺最大雨嘅時候，我哋行車呢都發現睇到路面嘅情況都係睇得唔係好清楚。咁講翻交通啦，一直行過嚟嘅時候呢，都見到有啲車呢死咗火，要停喺路邊。咁都見到有啲的士司機啦，可能因為保險問題啦，就唔願意載客。咁較早嘅時間啦，將軍澳隧道呢都曾經一度要封閉㗎。咁天文台依家呢發出緊山泥傾瀉警告，同埋黑色暴雨警告就會延遲到去朝頭早8點鐘。呼籲市民唔好行近斜坡同埋擋土牆等危險嘅地方。現場報道咁多，先交翻俾新聞部。好啊，民政事務總署緊急事故協調中心而家已經運作，並已經開放2個臨時庇護站俾有需要嘅人士暫住。而勞工處就提醒僱主，由於黑色暴雨警告現已生效，為僱員嘅安全着想，除非事先係另有協定，否則僱主唔應該要求僱員返工。已經返工喺戶內工作嘅僱員，應該留喺原來嘅工作地點，除非嗰度係有危險。而喺戶外同埋空曠地方工作嘅僱員，應該立即停止工作，並且係前往安全嘅地方暫避。機管局嘅宣布啦，清晨時段嘅航班係較少，暫時未有航班受到黑雨嘅影響。而飛機嘅升降要視乎閃電嘅情況，會留意喺未來1-2個鐘嘅天氣情況。而目前航班仍然係正常。而由於雷暴警告，原定今日上晝8點鐘喺灣仔金紫荊廣場舉行嘅升旗儀式就會取消。而我哋另外一個記者羅若安啦，而家就喺小西灣巴士總站㗎。咁我哋稍後先再去同佢傾過㗎。睇翻其他消息，國際方面，美國俄克拉荷馬州受龍捲風嘅吹襲，
官員向下修訂死亡人數去到24人，比之前估計嘅91個人大為減少，但可能會進一步上升。當局又話，由於重複點算造成死亡人數前後不一，而災區嘅搜救工作就繼續。由國民警衛隊、消防同多個州派出嘅搜救隊伍喺重災區穆爾市嘅瓦礫堆中通宵搜索失蹤者。龍捲風所到之處都係一片頹垣敗瓦。直到天光，搜索工作仲未完成。有家長同失散嘅子女團聚，心情激動。氣象部門將吹襲穆爾市嘅龍捲風上調到最高級別，風速超過每小時320公里。俄克拉荷馬州州長法林話，當局仍然點算緊失蹤人數，由於部分死者遺體送到官方醫療設施，部分就送到當地嘅殯儀館，令到核實傷亡數字出現困難。由於重複點算，造成死亡人數前後不一。穆爾市2間小學受到龍捲風正面吹襲，多個細路仔喪生。俄克拉荷馬州多處進入緊急狀態。美國總統奧巴馬宣布將今次龍捲風列為主要災害，下令聯邦政府提供援助。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亦都發聲明向災民表示慰問。美國國家海洋和大氣管理局又發放龍捲風吹襲俄克拉荷馬城嘅時候拍攝到嘅衛星同紅外線影像。龍捲風嘅直徑達到2公里。穆爾市有56000人口，今次係吹襲當地最強嘅龍捲風之一。99年5月，穆爾市都曾經受到龍捲風吹襲，造成42人死亡。無線電視記者郭建峰報道。泰國警方喺首都曼谷掃毒，搜出大約450萬粒丸狀嘅安非他命，總值大約接近3億9千萬港元，係當地第一次搜出咁大量嘅冰毒。咁睇翻啦，有關黑色暴雨警告嘅消息，而家啦黑色暴雨警告係生效㗎。觀塘順安村安逸樓啦附近有山泥傾瀉。我哋另外一個記者羅若安啦，而家就喺小西灣㗎。咁啊，羅若安啊，係咪開始有市民搭車返工呢？110毫米嘅雨量㗎，到而家咧，暫時嘅雨勢咧就已經係緩和翻一啲㗎啦。喺巴士總站呢一度咧，市民咧都如常翻工咧嚟呢度等車，秩序咧都係井然㗎。嗱，同啲市民傾過啦，佢哋話學生咧全日制啦，同埋上校嘅就話唔使翻學啫。咁但係佢哋翻工嘅咧，其實對佢哋影響都唔大，照樣都係咁樣出門。但係咧，佢哋就並冇掉以輕心。嗱，雖然呢，最大雨嘅時候咧，係喺3、4點嘅時候，大家都未真係好多人翻工啦。咁啊，而家咧雖然就係嗰個雨勢緩和翻啲，但係咧仍然係不斷咧係打雷咧，同埋係有閃電嘅。咁所以咧，天氣嘅情況咧都係十分之唔穩定。咁啊，佢哋都話咧係會帶齊晒所有嘅遮啊、雨褸啊咁樣，預備咧稍後嘅情況咧係進一步惡劣咧，都係可以去應對嘅。咁啊，各位出門嘅市民咧，亦都要係留意啦。嗱，暫時嘅喺東區呢一邊嘅天氣咧係稍為穩定翻啲，咁但係咧係天氣嘅嘢咧就變幻無常。出門口嘅時候咧都係要準備得充足一啲啦。咁我哋咧會喺度繼續睇住情況嘅，先交翻俾新聞部。好，睇下消息。亞冠杯16強次回合，中超代表北京國安以1-3輸咗俾南韓嘅 FC 首爾出局。首回合同 FC 首爾踢成0-0， 6-3嘅北京國安今場作客南韓，踢咗僅9分鐘就收到好消息。賈努迪把握對方球員送大禮，快門進一步，仲要射中埋內柱入網，國安領先1-0，兼且攞到重要嘅作客入波。FC 首爾之後全軍壓前，喺換邊之後初段搏到球12碼，不過門柱又幫咗國安一把。及後時間，國安繼續係處於被動，終於喺61分鐘被攻破大門，幫 FC 首爾攀平嘅係艾迪臣。假如1-1嘅比分係去到完場嘅話，國安仍然可以憑住作客入球優惠晉級，但係噩夢呢個時候先至開始。尹日祿嘅入波幫 FC 首爾反先2-1。球證就吹咗哨子，但係簡路迪冇理會，仍然將個波射入網。佢就話聽唔到，但係球證唔接受啊，掹出紅牌將佢趕離場。更甚嘅係，國安嘅門將楊志心急到走出埋禁區搶波，不過唔成功呢，更加被對手再入一球。
高明鎮睇定射遠處入網，幫 FC 首爾奠定贏3-1。兩回合計以同樣嘅比分晉級8強。無線電視記者文宇謙報道。咁港鐵話受到天氣嘅影響，將軍澳線信號出現故障，由鰂魚涌去到油塘站行車時間會慢大約5分鐘。美國有議員指蘋果公司避稅，咁蘋果就話已經成為繳交最多稅款嘅美國公司。美股回升，道指同埋標普500指數都創收市新高。轉頭返嚟會有詳細報道。